请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赏赐咱美好一天的开始，咱先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主，咱来吟我只仰慕你。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的一生照伴甲快乐。我要爱你，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的一生照伴甲快乐。我要向你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是主，你是阮的主，是阮的王，也是阮生命的瓦靠。我们独独到主你的面前来仰慕你，主，互阮会当到主你的面前来跪落敬拜阿罗你。咱再来吟一遍，我只仰慕你，用坚定的心向主表明，主，阮的一生只有仰慕你。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的一生照伴甲快乐。我要向你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顶摆。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
我心心向你跪落敬拜。接下来，咱来吟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第3名的查经班牧师分享讲，圣神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的时，咱的心特别有信念。咱就甲上帝有三结连，就会有灵命的胚胎圣洁而生，咱的生命就要有亮光。所以，咱来邀请圣神来保守、来掌管咱的生命。咱就用靠无、用谦卑的心来听候，来邀请圣神来踮伫咱的心，咱就来吟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在我里。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接下咱得来吟静静听，主会认得咱的声，咱要安静心来听主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今仔日周报的金句，以赛亚28章，伊也有讲，咱得爱按耳孔听主的声，要专注听神的声音，因为主时时拢在对咱讲话，咱得爱安静心来听主要对咱讲话的声，主要带咱行下主心意的道路，咱得用祈祷的心。咱来唱一遍，静静听。
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安心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遮认伫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会让人伫伊的声，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安心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遮认伫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会让人伫伊的声。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会让人伫伊的声。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会让人伫伊的声。伊是大无遮，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会让人伫伊的声。这才咱来言，留一颗心，填满耶稣。耶稣应许我们，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然后用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阿门。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潜藏那林中的光，白花中的绿，耶和华用慈爱收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想起。他说他
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坚强那林中的光，百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收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信。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帮助阮，拼工家己，互主你来踮伫阮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检查有时阮真要安尼做，但是因为伫这个资讯爆炸多元的时代，主阮常常会受到这个搅吵。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专注来听主你的声，因为阮知影主你时时拢在对阮讲话。就要说，互阮会当专注安静心来听你的声，互阮的心独独仰望你。主要阮求主你帮助阮，因为阮倚靠你，主你的确要带阮行，主你爱阮行下你旨的道路。主阮的心，主你来拍开，来享受主你甲阮同在迄个甜蜜的欢喜。阮来祈祷，奉靠主的名，阿门。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留一颗心填满耶稣。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坚藏那林中的光，百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信。他说他
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主。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主。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主的光永远是我们的道路。阿门。请照干。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阿门。
这是咱要用圣诗225首来学乐咱的上帝。愿被上帝即时降临，愿被上帝即时降临，听你罗布祈求声音，愿用敬虔诚实谦卑，将这圣殿奉献予你。圣诗225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的冤家地用使徒圣经真侪咱信仰的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连府。第三日，伫城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39篇伫圣诗的后壁，诗篇39篇是启示录21篇，39篇咱三甲来启用。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座位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要搁
有死实，也无要搁有哀伤、嗷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阿米加，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识的人要先接才会。阿妹，请咱搁来吟圣诗，圣诗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拢踮即世间，见若劳苦来我面前，逐人拢有平安。我听伊讲甚物，心然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得平安快乐，得永踮耶稣身边。请做嚟吟全首。三甲来祈祷，活命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甲照顾，互阮经过一日，百拢得到平安。今仔日是神的主日，阮搁便来到伫你面前，用阮的心靠目敬拜你。愿主你亲自临到伫阮的中间，差遣圣神，请做阮的帮助。伫即个时阵，也恳求你亲自坐伫阮的中央。甲阮三甲同在，互阮搁一遍会当
对天，你听见你要对阮讲话声。主耶稣，我要感谢阿罗你，将近30年前，伫我艰难困苦的时，你有将你的话显明伫我的生命，就是罗马书11章28节，你对我讲：既然路口背重担来到我的面前，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我要感谢主，当我听到即句话时，我就将我甲主讲：主啊，我要将我所有的重担交托伫你的身前。我要感谢上帝，对迄时，主你就慢慢医治我心灵的艰苦，互我真做一个自由的人。到现今，我要用感恩的心，搁一遍献上感谢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也恳求你小心亲自甲阮每一个人相甲同在，互阮的心若有艰苦的人，全然仰望我靠你。也阮认真读圣经，追求上帝你的话语，诚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恳求你不断，无论伫梦中也是日时，互阮会当独独听见你对阮显明讲话的声音，互阮刻掉伫心，生活伫这弯曲背逆的世代，诚做主你光明的囝儿，这是阮所仰望的。恳求主你甲阮同行，也恳求上帝帮助，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互阮深深知影。阿摩斯8章11节甲阮讲：人活地毋是倚靠饼，毋是因为无饼好食，无水好啉，是欠缺上帝你真理的话名，诚做阮的倚靠，才互阮会拄着最艰难的事，无仰望。总是阮感谢上帝。互阮即群有福气的兄弟姊妹，常常会当到伫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听见上帝你的声。愿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也阮真正亲自搁一遍听见牧师对阮分享的讯息。感谢你，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名来求，阿门。上帝的永光，就是夺去世间的罪，救你明我。上帝的永光，就是夺去世间的罪，救你明我。上帝的永光，就是夺去世间的罪，使我平安。学老请献歌队。
咱来强守上帝话，记伫旧约阿摩斯8章11节，以及新约启示录第2章第7节。咱先来看旧约阿摩斯第8章11节。第8章11节，主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我要互饥荒到伫即所在。饥荒毋是因为无饼，喙干毋是为着无水，就是因为无通听耶和华的话。咱搁来另外看一位，启示录第2章第7节。第2章第7节，有耳孔的，恁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龙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因食。搁读一解，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龙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因食。咱今仔日讲道有声音对天顶来，咱要请庄牧师。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德堂教会的朋友兄弟姊妹，咱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福恁，亲爱兄姐耶稣听恁。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自执伫你的圣殿，阮爱听你的话。会当听到你的话，对阮的信仰有极大的祝福，互阮有踏实的心，也互阮真正知影。你甲阮三甲之地，所听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恳求你通过你的话，互阮的生命搁重新活起来。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因为阮腰高喙焦，阮需要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阮的心嘛需要你的听来蒙着。愿主你对每一个今仔日来到圣殿，阮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主用你的听蒙着因的心。愿安尼恳求祈祷，我开下所有性命。阿门。我一直咧想讲，有偌尔济人真正会当靠无听到上帝的声。所听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听到上帝的声是咱一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经验。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感觉安尼祈祷讲，主啊，互我真正听到你的声。多数的基督徒一世人毋捌用肉体耳孔听见上帝的声，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拢捌听过上帝的声。你会犹豫讲，敢有影？有时当咱听到上帝的声，咱毋知影，但是我相信，我嘛深深知影讲，每一个基督徒，伫你的生命中间，你一定捌经历过。上帝对你讲话声，今仔日聚会中间，伫无意中听到，毋是无意中，是伫无期待中间听到聚会的释庆长老，伊讲到30年前，当伊最孤单，当伊最需要的事，上帝用伊的话对伊讲话。所听兄弟姐，咱今仔日做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应答你，互你知影。上帝咧听咱的祈祷。圣经中间讲，天顶有声，有几啊种的故事，但是其中一个上要紧的声，就是讲，我听你。啊，这是真的。我搁甲恁讲一摆，今仔日咱要听天顶上帝的声音，最重要就是，咱爱相信，咱看袂到的上帝。伊今仔日通过，无论是启示文，无论圣经的经文，无论牧师今仔日甲恁分享，因为使徒看见天开，天顶有声音对所有的人讲：“这是我的爱子。”就是咧讲起耶稣是上帝所听的儿子。这句话嘛是对你我咱所讲的话。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经历着。无论是用咱的耳孔听，无论是用咱的心听，咱拢要听到上帝甲咱讲：我要做你的上帝，我要做你的阿爸天父，
你要做我宝贝的子。兄弟姊妹，拍开咱的心，用信心，用咱的灵魂来领受上帝。因为当咱听见上帝的声的时，对咱来讲有最的祝福。第一，咱感觉无搁再孤单，因为上帝出声对咱讲话。第二，咱知影咱将来的路何去何从，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有耳孔的人就听上帝的话讲，我要甲你讲，要讲明你的道路，毋通偏正边，毋通偏倒边，因为上帝要将咱人生的道路讲互咱听。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听见上帝话的基督徒，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兄弟姊妹，用敬虔的心甲主讲，甲主讨。主啊，我从来毋捌亲耳孔听见，但是愿天父上帝，互我有这种的机会，真正用我的耳孔听见。世事若迄个时间也未来进前，主互我用我的心来听见上帝你的声。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因为上帝对咱讲话是咱的生命会得到改变。有时上帝话会指责咱。有时上帝话安慰咱，有时上帝话鼓励咱，有时上帝话会将一个愿望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成做一个有使命、有能力、有意向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今仔这个题目讲有声对天顶来，这个题目这种的思考，到底是什么种的意思？有声对天顶来的意思，伫圣经中间是一个真明显的讲起，就是上帝对天顶讲话。有声对天顶来，佮另外倒面来讲，就是有声对地面来。所以今仔这种的思考，就是讲起伫世间有声，伫天顶有声，到底咱要听什么种的声？天顶有上帝的声，伫地上有魔鬼的声。天顶有声，上帝的声；伫地上有人的声。我要听什么人的声？所以兄弟姊妹，做一基督徒有一个真重要的经验，就是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专心听上帝的声，因为上帝的声比所有的人的声更加重要。赢过我的老师，赢过这个世间最有知识的人。特别伫今仔日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就算这你无爱听，你嘛互人勉强听。你电视机拍开，置入性的行销，所有的广告不断咧对你讲话，敢毋是？咱无论咧用手机啊，用啥物货，有真侪置入性的广告，伊就甲伊走出来。愿上帝保守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真做有福气的人。今仔圣经讲，有耳孔的人就听。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互咱听见上帝的声。因为圣经伫旧约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一句话，伊若要讲上帝话进前，先知拢安尼讲。伊讲耶和华的话安尼讲，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伫教会内底，咱来听讲道，牧师最要紧的态度，就亲像甲恁讲，圣经安尼讲。愿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享受上帝的话。因为今仔日的圣经阿牧师咧讲起，伫一个饥渴的世代，伫一个夭饿的世代，台湾话讲饥荒夭饿的世代，人毋是无饼。人毋是无经济，人所欠过的就是有一间教会，伊真实的宣扬上帝的话。伫今仔这个时代，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伫这个资讯爆炸的云端，亲像一个小的，甲人伫遐大细声。因为今仔所有的资讯拢咧对基督徒讲话，但是多数的基督徒，甘愿意互上帝伊的圣殿所讲的话，赢过所有世间所讲的话。
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彼得、约翰、雅各，因有机会互耶稣竞选，成做伊学生。特别彼得后书第1章讲到一个故事，嘛记载伫路加。路加咧讲起耶稣上天，在山上变貌。你若有读过圣经，帮赞，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决志，就是咱要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我拍开我的心门，我期待伫今仔日的礼拜，我会当真实听到上帝你的声音。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应答咱在座每一个，无论你今仔日带着心中的期待来到上帝的圣殿。今仔日嘛有头一摆来到咱教会一个足细汉的婴仔，苏慧一个孙啊，咱伫手机顶悬看过伊po足侪水的照片。今仔日头一摆来到教会，我相信苏慧姐要将这个宝贝孙甲咱分享。苏慧姐嘛愿意这个孙啊，会当伫上帝的礼拜堂的中间，亲自来领受对天顶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也愿正教会所有普天下全世界的每一间教会，伫礼拜日拢咧强读上帝的话，互每一个来到上帝圣殿的人，咱对咱的心灵、对咱的耳孔，咱得到祝福的话，将对咱人生的帮助。今仔日的礼拜，我有3个祈祷要邀请兄弟姊妹。第一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祷告，主，求你互我一生上少听过一摆，听到上帝的话。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敞开心门，伫上帝的面前，会当听到上帝的话。牧师的讨论机，拜托恁搁重新放一下。咱会当听到上帝的话，也愿上帝的教会是一个常常对咱所有兄弟姊妹来强读上帝的话，就是天顶所予咱的话。所以第一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祈祷就是，咱听得懂上帝的话。有真侪人读圣经无感觉有滋味，是因为咱可能也未听得懂上帝圣经话名的话。一旦咱慢慢长大成人，咱上单独进入你的生命的中间，因为伫礼拜中间，上帝的话是对正人讲，但是当你安静的时，上帝的话是对咱个人来讲。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互我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伊的帮助。所听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爱亲近上帝，有一个牧师安尼鼓励兄弟姊妹讲：
坐较头前的。伊安尼讲，伊讲我愿意所听兄弟姊妹，恁坐头前上头前，上顶恁期待会通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恁的耶稣较紧的。虽然牧师，虽然上帝伊讲的话，就亲像安尼，对大声变细声，但是咱犹原听有。所听兄弟姊妹，伫你个人安静的时，会记得亲近上帝，因为亲近上帝要做咱的力量。愿咱伫上帝的面前，亲近这本的圣经，亲近圣经内底所有的故事，因为你亲近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变做你的故事。主甲咱三个弟弟，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天顶为咱拍开。耶稣所拍开的天，就要有光，就要有声音。像2000年前这个声音讲，这个就是我所听的囝。今仔日天使嘛对咱讲，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所听的宝贝。愿咱来到主的面前，打开天窗说亮话，兄弟姊妹，拍开咱的心门，甲上帝讲话。听候是要听，讲话是要恳求，甲咱的上帝讲话。一个亲近上帝的人就是这种福气，你会当将你的吐气讲予上帝听，但是咱嘛要有迄个机会听到上帝安慰的声。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真做一个有敬虔、愿意听上帝的话。也这恁愿意吗？除了恁有机会伫教会做礼拜听到讲道的内容以外，你敢愿意甲上帝祷告？主啊，我要听迄个第一手的信息，就是上帝亲自对天顶所讲的话。主要亲自听到你所讲的话，赢过听牧师解说讲解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遮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就亲像撒母耳。撒母耳的老师甲伊讲：如果你能够听到梦中有声咧甲你叫的声的时，你就安静归落来。你甲上帝讲：上帝，你的囝儿伫这个所在，请你讲，我要恭敬来听。所以兄弟姊妹，陪伴你的心，较无有较无就有得着。因为主耶稣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要甲你开。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向上帝拍开咱的心门。因为听到上帝的声了后，第二项代志，咱的生命最重要，咱的生命要得到改变。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兄弟姊妹用一个严肃的心来想：当我听到上帝的声了后，到底我的人生会有什么种的改变？你对人生的主张，你对自我的看法，你今仔日开始就要看清你家己的生命。点解你感觉我是一个真浪漫的人？感觉你的人生过去一点仔成就都无？但是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生命的时，当咱听到伊的声的时，咱的人生要有3项代志改变。第一，就是咱要知影，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偶然，咱的生命绝对不是浪费。第二，你要开始要发现讲，虽然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成就，但是我嘛一定有一项代志，是上帝我来到这个世间，我会当做。你问讲有影无？有。上少父母一定为着囡仔做养育的工作，对不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咱静静来问我家己讲，对今仔日开始，我到底要听什么种的声音？所听兄弟姊妹，请听上帝今仔日对你讲的话，因为伫2700年前，耶稣对以赛亚所讲的话。耶稣不是耶稣，上帝通过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讲，伊讲：我是你的上帝，你的生命是我所创造。你伫妈妈的子宫内底，我互你的生命对一个胚胎成型，后来长大，才做一个红婴仔来出世。
上帝讲：这个生命是我所创造的，你的生命嘛是属于我。搁落这三句话非常重要。上帝讲：我重视你，我重视曾牧师，但是我嘛重视这个囡仔，我重视在座每一个人，我重视基督徒，我嘛重视遐个也毋是基督徒的人。上帝听世间所有的人，所以上帝讲：我重视你，我看重你，我深深听你。也这你敢知会交期讲敢有影？也这来试看卖。咱伫信仰这条道路最重要，就是试看上帝恩典的滋味。咱将咱的人生这个苦杯向上帝捧起，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检测我过去的人生是咸甜苦涩，但是主敢会当对今仔日开始，互我试看你恩典的滋味。主要听这种的祈祷，主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也这伫你过去的人生中间，你敢捌听到上帝的声？伫咧准备诗会，我相信咧读圣经咧准备诗会时，圣神有对小强这讲话，所以至到一直今仔日的诗会中间，无隐瞒将伊过去所听到迄种的安慰。但是兄弟姊妹，迄是伊的故事啊！你敢有这种的故事？你敢期待你的生命中间嘛有这种的故事？就是上帝伫你最孤单、最软弱，感觉人生实在毋知要安怎行落去。这个上帝来到你的身边，搭你的肩胛头讲：毋免惊，我陪你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做礼拜是什么？做礼拜就是一个得到新的生命意义的聚会。所以一个牧师讲，礼拜就是教会的聚会，但是伫迄个聚会中间，每一个人要找到伊生命的意义。A meeting of meaning， 伊的意思就是讲，伫这个聚会中间，要得到生命的价值也个意义。我会记得我大学1年的时，我真爱耍，但是有几个学长，伊走来招我去团契，伊甲我讲，阮伫团契内底偌好，拄偌好，偌好，拄偌好。我笑笑甲伊讲，因为我足爱耍，我甲伊讲，我的人生吼，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吼，狐群狗党一堆。伊甲我应一句话，到今摆我也会记。伊讲我们群居终日，言必及义。意思是讲你过去拢安尼狐群狗党，大家安尼佚台安尼凊在世界耍。其实我毋是迄种人啦，就是我著爱讲笑、练笑话。但是这个真严肃的基督徒学长，伊甲我讲，阮伫成大 SCM 拢是咧讲有价值、有意义的话。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你。拉近你的椅子，所听的青年，当恁亲近上帝时，恁要愈清楚看到上帝；当恁愈亲近上帝时，恁要感受到迄个讲不出来，就是上帝陪伴的力量。上帝亲像一个火炉，当你亲近伊的时，迄个能量、迄个热情，要点到咱的生命。也这，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开始，毋是一个结束。当恁听到牧师解说这个圣经了后，毋是你的人生毕业，毋是，是反倒当另外一个开始，就是恁愿意谦卑，打开恁的心门，打开天窗，说亮话，甲上帝亲近的一个礼拜。愿天父上帝帮助。请会记得今仔日的圣经只有2节。第2节就是启示录第2章第7节，伊讲圣神按正教会所讲的，有耳孔的人就听，有耳孔的人就听，无愿意听的人就亲像臭耳人的人，无愿意听的人，无愿意听的基督徒，就亲像臭耳人的基督徒。所听的姊妹，当咱拍开咱的心门的时，
咱毋是敢若听到上帝的话，圣神和约翰伊所讲即句话，何等的宝贝！上帝讲，我要将活命树的果子，互恁食。所以听上帝的话，其实就是咧食属灵的美娘。咱就无搁再做一个食灵的红鞋啊！咱就要长大成人，因为上帝要用圣经的话来养起咱。这就是阿摩斯咧讲的。今仔这个世代人咬喙焦，毋是无饼人食，无水人啉。真侪人曲解，谁来用腰膏甲食饼来形容这个信仰的活命？伊咧讲起，伫一个无敬畏上帝的世代，人用自我最中心的时代，人所需要就是上帝的声。这句话翻译有两种的意思，一种的翻译就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伊讲人听无上帝的话，意思检采就是咧讲起教会无认真讲解圣经，教会无认真解说上帝的话，所以基督徒就亲像营养不良，人无上帝的话。但是好好本对中文这个圣经，伊翻译讲，因无听上帝的话，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但是意思拢是咧讲起欠过上帝的话，人就要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当上帝对咱讲话的时，伊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嘴，你就知影讲，这个话是甚么种的滋味。所以代表讲，我担着上帝稳定的滋味。当上帝伊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嘴唇的内底，咱就知影做一个人，咱的人生是甚么种的意思。所以，这个话就亲像光照伫咱的内心。上帝的话甲咱的心内的主张，有时会产生冲突。所以，当上帝对基督徒讲话的时，有真侪人伫内心就有挣扎。所以，咱才会讲有感动没有行动，对不？就当上帝对我讲话的时，伊对我要求，但是我唔肯，因为我的双手抓牢我家己自我的主张。这就亲像一个真自然的现象，伫海里有一种的贝壳叫做珍珠贝。为什么会结出珍珠？就是因为海的中间有石头，迄粒细粒的沙走入去伊的身躯的内底，伫迄个中间产生挣扎、不舒服，所以这个珍珠贝就流真多目屎，吐出真多唾液。然后，伊就将这个沙包起来，慢慢，这个刺插伊的心的一句话，就变做一个真有价值，咱所爱叫做珍珠。所听兄弟姊妹，圣神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时，咱内心的主张，咱内心的心思意念，就会甲上帝所予咱的这个上帝的生命的话语，甲咱结合。有一个牧师讲，当上帝的话放伫人的内心，就亲像精子跟卵子结合。伫迄个时阵，人的生命开始有一种的质变，迄叫做圣灵的胚胎伫人的内心，伊开始改变。兄弟姊妹，唔通看见每一摆，你心内有感动，因为你感动是上帝将真理的种子放伫你的内心。你愿意也好，你无愿意也好，咱拢应该爱认真去面对上帝的话，因为这个话要改变咱一生。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互咱听到别人无听到的话。基督徒伫咱人生中间，特别伫这个时代，咱要听什么种的声？听这个繁繁世界、荣华富贵的世代，甲咱讲的话，恁就要会记得魔鬼真够用真精准的圣经的话语讲话，魔鬼真够用迄个足精准的上帝的话
来击败基督徒。你毋通想讲魔鬼拢否定上帝的话，魔鬼伫耶稣要受差派，要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伊讲你若拜我的时，这个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拢要互你。魔鬼就是咱内心迄种用自我对话中间一个咱想象袂到精准的心灵的挣扎。所以咱到底要听天顶的声，也是听上帝的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上帝的面前，通过这个礼拜，通过你的祈祷，做一个改变你一生的决定，做一个改变你一生决定。特别在座青年，恁这个年纪所做的决定，要影响恁一世人。所以愈早愈好。牧师甲恁讲过真侪伟大基督徒的故事，包括德蕾莎修女，包括马街，包括喜乐宝院的阿嬷。喜乐宝院的阿嬷7岁就将她的心门打开。德蕾莎修女13岁，伊就将伊的心灵打开。马街10岁。伫落雪的冬天，伊就向上帝拍开伊的心门。所听兄弟姊妹，愈紧愈好，拍开咱的心门，做改变咱一生的决定。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我的生命值偌济？我的人生应该做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有能力，通过圣经的造就，咱会当赢过这个世间未晓的声。咱毋通想讲魔鬼戆戆，魔鬼伊比所有基督徒更较了解上帝的话，因为圣经讲，伊原本就是天使中间的头人，天使长，伊当然对上帝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兄弟姊妹，恁若无要听上帝的话，若无要真正认真互上帝的话，成做你的心思意念，当引诱，当别人所讲的似是而非的话，咱就可能成做一个无主张的人，咱容易受威胁、受干扰。求天父上帝帮助。圣经内底有几个故事讲了真好。当世间人伫遐争论的时，就亲像彼得甲约翰为耶稣基督咧做见证的时阵，有真侪犹太人遐祭司长、遐经学师，甲因伫迄个辩论的中间，彼得甲约翰讲：是听恁的较重要，还是听上帝的较重要？是听世间的较重要，还是听天顶上帝的声较重要？所以，兄弟姊妹，恁想看卖？彼得甲约翰讲：你们酌量吧。这礼拜毋是听你爱听的，然后无爱听的，就该暂时拨一边，毋是。咱是听朗诵的话，然后伫咱的心中去思考，讲这话到底是心中的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耶稣的学生彼得、约翰，因讲是听上帝的声，毋是听人的声。但是这个世间，包括教会，常常用人的声的主张来代替上帝的声，这是毋对。咱要安怎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话，毋是安怎互咱的话来成做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以赛亚今仔日的金句，伊讲：恁着听，专心听，因为我要甲你讲。行一条正确的路，无偏正平，嘛无偏薄平。这你愿意伫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旅程经过，真清楚听到上帝邀请吗？主耶稣讲：人若得到全世界，但是丧失伊的活命，有甚么利益？这个世间讲来跟对我，我要互你荣华富贵。来跟对我，我要互你得到赚大钱；来跟对我，我要互你得到社会地位。兄弟姊妹，这毋是歹。
但是英语讲所发，咱得到这了后咧，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听到上帝的声讲，你着听，行这条路，行伫伊的顶端，因为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我命道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当咱听到上帝的声了后，咱就要有一个能力，咱就要有一个能力，咱会当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囡仔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判断好歹、对唔对。通过伊的父母，通过学校的教育，一个囡仔亲像一张白纸。伊若伫心中的环境大汉，伊就变做类似迄个环境的一份子。那伫交警大汉的囡仔，你毋免烦恼，伊袂晓拍麻将啦。但是咱伫心中的环境大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能力通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袂许人的话。最后，咱做伙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所听的兄弟姊妹，愿咱听得懂，愿咱听见上帝对天顶来的声。愿我们听得懂，也听见上帝的声音。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互咱通过今仔日个圣经的话，咱做伙为着这个教会来带动，毋是咱得到就够了。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全世界普天的所有教会，拢是一个宣读天上来的话语的教会。咱静静来问，今仔日的教会伫台湾有什么种的影响力？你来看，所有的报纸拢最近拢咧报妈祖出巡，伊诚做全世界三大宗教仪式中间，互人注目的。所听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教会，敢要有空间，为了台湾人来做祝福、甲分享的工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首先得到，然后。咱甲咱的亲人分享，昨昏郭依林足欢喜甲我分享，因妈妈伫病痛烦恼的中间，因通过代祷，互伊的妈妈感受到一种的陪伴，甚至伊的妈妈伫惊吓的中间，有真正的祝福甲平安。所以咱2礼拜前看到郭依林。伊的妹妹甲伊妈妈，做伙来咱来教会做礼拜。做礼拜毋是一个形式，做礼拜是来试看上帝恩典的滋味。所听下，这愿恁的家庭，愿恁身边的人，因为恁来受祝福。阿免吗？愿咱的教会是一个拼命、认真、得时不得时。拢要讲起上帝主张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真侪讲上帝话的教会。咱甲咱分享上帝的话，咱有听见咱就讲，咱有读到咱就讲，咱所讲的话就要发光，要互咱的朋友因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下这今仔日的时代。敢是一个饥荒的时代？阿摩斯讲，伫饥荒的时代，人无通听，无机会通听。愿咱将上帝这种的祝福分享给咱身边的人，咱甲上帝祷告：上帝，我是一个喙齿真钝的人，我嘛是一个无思想能力、无逻辑思考的人。我真困难，甲我的朋友、甲我的亲人分享。这个信仰所予我的改变，但是我就真诚恳将因带到主你的面前，求天父上帝你亲自来祝福因。愿主通过咱，
真清楚往即个世代，甲因讲上帝主张。伫咱的囡仔成长大汉的时，即个社会讲真侪主张，互咱的囡仔听。圣经互咱分别，咱的囡仔所听到的话是毋是好？然后咱应该将上帝的话，甲咱的囡仔对话，甲因讨论，甲因讲起，啥物是真正的好？咱应该互咱的囡仔认捌上帝主张。无论即个世间安怎讲，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我独独要听你的话。有的人伊要甲上帝当作上帝，有的人因拒绝听即种的话，不要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做一个愿意亲近上帝的家庭。这是咱今仔日做伙为教会祈祷。主，愿你互阮的教会、阮的聚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甲活命的聚会。这就是一个圣洁、追求生命价值的所在。我要将阮的意啊刷较头前。所听兄弟姊妹，恁来到教会，恁要坐啥物所在？欢欢喜喜就好，找一个恁感觉上舒适，你坐伫迄个所在上自在。无论是坐伫啥物所在，拢不要紧。但是恁的心爱就近亲近上帝。主甲恁三个伫地，对天顶的声对恁讲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兄弟，我敢会当邀请你家己祈祷？你伫安静的中间，你第一句话讲：主，我安静听候你。主，我安静听候你。第二句话，你敢愿意讲？至圣的上帝对你求你对我讲话。第二句话，至圣的上帝求你对我讲话。至圣的圣神恳求你降临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为你的帮助，互因听见上帝的声。阮渴慕，阮恳求，求圣神来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用圣诗141首来应答上帝的听。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各咱拢无害，互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我可以带路，无论经过旷野，也是踮草步，请起立，金泉手。真安稳自在。
坐，准备奉献。咱非常欢喜，今仔日有两个咱的新的兄弟伫遮甲咱做伙做礼拜吼。一个罗建成兄弟吼，罗建成兄弟今仔日是迄个孙大哥邀请来的朋友吼，咱真欢喜伊甲咱做伙吼。赖建成弟兄吼，咱真欢迎。搁另外一位是迄个庄正伟，是无？庄正信还是庄正伟？振华姐妹哈，振华姐妹，真欢迎你来哈，真欢迎你来，真欢迎你来，请坐。恁敢第一摆来啊，还是捌来？第一摆来吼，歹势我无多甲恁介绍但是欢迎你来参加吼，真欢迎你来参加。所以也这款上帝的恩典，甲咱三甲基地。互咱会通真侪上帝的宝贝，请会记得牧师今仔甲恁讲，听到上帝的声，上帝迄句声就是上帝甲咱讲，你是我的爱子，吼，
咱是上帝会宝贝的囡仔。咱来吟这条诗歌，吼，做咱的互相的祝福，互相的祝福。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咱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这个时阵要来为着三个红婴仔祈祷吼。咱真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有三个新生儿子哈，新生孩子有品成、有圣云、有圣熙吼借市的囡仔叫品成，咱请恁来头前，恁家囡仔出来好无？牧师陪恁祈祷吼，阿嬷嘛会使做伙来。
牧师甲你祈祷，福星兄。这是我来报告。顶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5人，奉献5375块；主日出席6人，奉献780块；早祷会4人，祈祷会14人。家庭礼拜暂停。本周聚会祈祷会拜3暗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 7点半伫教育馆2楼，其他拢是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司会庄主席执事领事庄家庆兄弟、司琴李慧英姊妹司献张丰仁以及廖美娥执事招待第2组爱餐，目前暂停。新眼光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请咱照这听书家己来灵修。具体交通第一。请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通常年会大祷，6月16到18，会中也要改选下任的总干事及总会干部，请大祷。上帝竞选因的仆人、服侍及领导的教会。第二，6月24，向日葵学园的毕业典礼，请大祷及祝福。将要毕业的学生。第三，本主日下午2点半，二林区会伫本教会举行，请大祷，请大议长乐出席。第四，6月21，下主日礼拜后，妇女团契读册会，互上帝空间分享，欢迎踊跃参加。第五，请为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奉献报告，若有错误，请过界来订正。大祷事项：第一，为台湾及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彰化中华50周年的时间来祈祷；第三，为总会总干事林丰长牧师健康的祈祷；第四，为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第五，为教会青少年学业课业来祈祷；升高中的有民语、硕温语语；升大学的有云新云、黄启温；第六，为适婚青年来祈祷；第七，为咱的姊妹教会富林聚集德克达也来祈祷。以上报告，请来吟上营圣诗507首。阳光归向父上帝，阳光圣子成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刷请牧师祝祷。三位一体，在地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
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列倒笔。